将金银财宝甲老小姐留落来，啊若无这两个走了会无命。哎呀，有听到无啦？较紧啊，顶功夫啦，无会无命啦。对啦，哎呀，无你有了命，失去你两个过来的妹啦。你若莫吵啦，吵了要死命。我无紧，两个贤妹，恁拢掂掂。阿兄吼，相信因两个绝对唔敢甲你安怎，若甲你安怎吼，嘿嘿，本大侠都互因去喙高高。我知影你是大剑，啊，毋过阮惊倒性命，嘛要记你来金银财宝啊，我老姑娘。我听你的声音，袂输敢若查某囡仔声音哦。若这边的是武林的大侠，绝对不会甲查某囡仔交手，要爱查甫过来。哼，唔免来这套啦，这你出手，做你来了。好，是你家己讨的。滚大鞍山兵库，卡塔。你开心？你抬，我来啊！抬就抬，我咧惊你哦。健康。咩啊？哎呀，我看哦。抬袂落啦。走。是要删？好啊，你两个过来。哎呦，即摆袂叮当哦，吼，恁真可爱呢，敢欺负本姑娘，妹啊甲腿，对啊，尤其是这个细粒的，哦，到遐摆呢，甲收入金闪闪，对。啊，小等咧，只互恁大下来就好。哦。我拄仔听你的口音袂输敢若查某囡仔声呢，但是凡是你这是当大人当无配，你搁食臭屁呢，敢要来甲恁劫金银财宝啊？哈！我今仔日就要来收你，互金死你。当的，家己的人唔通乱来。这家己的人，你正暗，家己的人会甲咱劫金银财宝。唔相信？囡仔甲偷落来看，你都知。这囡仔偷来看，伊会知讲这是家己。哇哦！师傅啊，哪会多家的嫌妹啊？是啦，是阮两个啊。你两个是安怎？到底是安怎要甲你劫金银财宝啊？为什么你要带老姑娘去京城？阮当然爱劫咯。哎呀，安尼看来，你对这个老姑娘阁不止啊尽心安怎？安尼好，到底啊？去甲带出来。好，老管家。大哥，老姑娘甲带出来。是。大家少爷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阮安尼做啊算用心良苦。阮就是想讲吼，这老姑娘甲送去甲京城相国遐吼，绝对要互伊保证原封铁话，搁摕倒转来，这是为你好，你知唔知？你免骗我啦！去到京城，还佫会当倒转来？就是安呀，莫听老爸讲。但阮一对人，阮是骗你要创啥物话？都对咩？阮阿兄安尼做是为着恁了，所以你会好心互瑞金哦。嘿，我安尼用心都靠你无甲我感谢呢。好啦，时间吼，你若无甲我请一顿啊，我都唔放你煞。谢。是讲师傅啊，因这两块安尼袂叮当，目睭拢看迄边，稍等下这老小姐因哪有看？闪啦，这步都还袂甲你教，这你无法度啦。来。哎呀！就是这个。我看嘛啦咧。家己看。英雄。我混出来啊！哎少，恁大兄这边，伊若安全将物件送到位有功劳，相公若欢喜，皇帝面头前讲一句话，恁大兄马上就一官半一通做。你爱住京城，永远拢住甲先，你都会哦。不过师傅你毋通袂记咧，阮阿兄阮个性吼，若享受荣华富贵了，就袂记咧阮两个贤妹啊。嘿，你若讲这个话，你放心啦，恁阿兄哦，甲恁两个当做敢若心肝宝贝啦，袂甲恁两个哦放咧厝里啦。啊，莫过你会知影呢？这边阮阿兄若去京城，上无嘛爱听歌话，这样照顾敢若阮两个伫厝，阮会惊惊。像阮两个恁两个尔，要去京城嘛，我陪伊去尔。阮师公嘛伫遮，若有闲时阵哦，看你是要来找阮师公佚佗，还是阮师公来去找恁佚佗啊？有影，师傅你无要去啊？你搁有伴，你毋免惊，咱点仔等阿兄的好消息。对。你莫定定叫师傅啦，我互你叫落去到地吼，后紧强要逼开，对啦。你还搁徛倒遮？哎呀，我你个徒弟啊，后司机的即马吼，惊一个就对伊后脚紧又搁软落去啊！你还搁唔赶紧去？是，师公。阿伯，实真歹势，我毋知你伫外口安尼用心良苦，
所讲的话吼，请你莫见怪。是啦，阮阿兄哦，本来就早就要来啊，啊，毋过歹势来。毋过哦，算日子哦，应该老小姐你要倒转来，所以毋才过来探听一下消息。阮小妹要转来，迄哪有可能啦？爱带毋是惊啥相公？想讲即摆恁两个讲啥我听无？家昌啊，囡仔人毋捌就毋捌，咱有耳无喙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阮转来啊，大家嘛转来啊呢。啊，老姑娘，唔知转来无哦，吼？阮小姐嘛转来啊。大家这，大家，青山我多行，不必相送。大家，这，一路辛苦啊。无题。我转来啊！阿爹，我甲你讲哦，上个大女面吼，伊看到我迄面，马上就解除婚约啊！而且吼，以后我甲你感谢，讲礼物收着啊。安尼啊？这是啥物人啊？那啥物面色面色安尼？你是怎讲的呢？迄恁小妹补体啦。阮小妹补啊，伊哦，原来变得歹。就是歹人毋才会体会。迄相公因后生一个看到伊的面歹尔，一声就甲呼出去啊。这是谢天谢地哦，这拢是阮老家祖先的保佑啊。对啦，这算是恁老家做。拜托你莫手讲落好。哦，这个平安拢总是恁老家祖先哦。我你讲哦，阮一路上原来拄到5、6摆的土匪哦，拄到7、8摆的这山贼咯。若毋是本武林大侠伫遐伫咧保护啊，因为我都通安尼平安哦。是啦，爹，这一切吼讲起来爱算大家的功劳啦，我来证明。是，感谢大家。安尼毋则较差不多。你都毋知影，迄土匪安尼伫要来打劫的时阵哦，我原顶我迄步甲伊拼，你知毋知？我呢见面我甲地图，滚打南山明火，我卡塔北海蛟龙。啥？我是大少，不是大小。哦。